在咱高雄寿山动物园办一个夏令营的活动。你们可以先去看乌龟哦。囡仔手的一人一支起面啊，不过伊唔是要替家己洗嘴，因这届任务是这拍伫土骹唱歌。它的盾甲跟盾甲之间，要么这边在生长，有时候会卡一些东西。你把它刷掉的时候呢，它就会长得非常的漂亮。囡仔摕起面啊，这边录完换录迄边，这只录完换录后一只。第一次帮乌龟刷龟壳，就是会有那种，就像一般在刷牙的那种感觉，只是稍微硬了一点。囡仔撸骨壳撸甲足骨力的，唱歌嘛开始有一点反应啊，袂输那咧塞奶共款，互囡仔拢讲有够心实的。啊，要安怎说甲互唱歌感觉舒适嘛是有撇步的。对，它这个壳正下方下面其实就是神经，那其实你不要过度的去用强力的力量去刷它，或者是敲等等的，他们都不太容易感受到不适。甲囡仔见面的，还有今年才来到动物园的新的动物。徛远远，目睭贴甲大大蕊，古水的细只好忙，随引起囡仔的注意。那因为我们一般在城市里面的小朋友，他们都比较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动物。那我们今年特别安排，让小朋友可以亲自来到现场跟动物们接触，然后可以做一个体验。后来高雄寿山动物园办夏令营，予国校3年到6年的学生会当甲动物互动，体验无同款的生命教育，嘛体会保育员的辛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